各位万声里的里民大家好，这是万声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任务今日呢，咱有邀请到一位来宾吼，今日邀请到这位来宾呢，其实我有小可紧张嘛，小可期待啦。我上早呢，袂记是伫倒位看到有一个嘛叫做里长的 podcast， 而且呢嘛伫澳洲，所以我不时会听一下，感觉介趣味吼，心熟。后来伫 Twitter 面顶看到个另外一个 podcast 有咧找来宾啊，伊就去回，所以我来走去邀请讲，无你来咱的节目来讲一下啊，你若台语会使，因为伊嘛有录一集是咧讲台语的，台语真好诶。对，所以伊是送伫倒位创啥谁那叫做里长即件代志，咱等下节目内底来讲即件代志。咱先请这个来宾，甲大家挨煞一下。两位恁好，我是里长伯蔡家芬，真正真欢喜接受恁的邀请来遮甲大家分享我的故事。你是台湾的倒位人？我台中人，海线。台中倒位？海线。火车，所以我的台语的腔口的，甲大家较无共。海口腔。因为海口腔是为迄落苗栗，就一直到嘉义的款吧。上有名的海口腔就是鹿港嘛。阮无像鹿港遮尔特殊啦，但是阮一寡发音嘛是较无共。所以大家听来讲，足趣味，足新鲜安尼。对。你是安那会来到这个法国呢？即摆咱其实恁伫咧英国嘛，我即摆伫咧法国就是即摆这嘛是一个两岸的问题。咱伫咧海峡的两边安尼，一个伫咧倒边，一个正边。嘛是互相讨厌。对，就是安尼。即两边的国家的人，就是历史上伊都是有足侪问题嘛，就拍来拍去啊，扇喙皮啊，甲你斩啊，起骹动手安尼。我来遮其实是为着读我的硕士，当初时就是咧伫咧选讲倒一个城市要去安尼。结果我伫咧巴黎、巴黎甲里昂两边咧选，我想讲，哎呀，来里昂好啊，因为里昂的地理位置呢，就是像大家会使甲伊当做是法国的台中，伊是第二大都会区，嘛有足侪头路伫遮，嘛是差不多伫法国的中部，我南边一丝丝啦呢，所以你会使甲它当做伊是中部。对我来讲，我来自台中嘛，所以就是较有迄种足熟悉的感觉，亲切感，甲巴黎比起来，遮嘛较俗一点，都想讲来利用遮较好。拄好，我的学校迄阵咧竞的时阵，两个学校拢甲我竞着，我就想讲来利用即个好啊，因为当初时我想要读的叫做人类学、人类学，每一个学校因的专长无共，但迄阵我想要做的是政治人类学，就是讲用人类学怎看政治的即个事业内底进行即个人类学的研究，但是大部分咱人类学的研究啦，拢是咧做像迄种的原民社会个部落，所以像即种的伫一般的现代社会也是要做政治的人类学研究较少。但是我就是安尼经即个学校选择我的教授我做的论文是伫利用的台湾人社群的研究即个研究嘛真趣味，就是因为我做即个研究，我需要做足侪访问嘛，就熟悉遮、熟悉遐的人，无共的年岁，无共的职业经过啥物原因来到法国，大家拢无共款，就是因为安尼。熟悉足侪人，大家有阵小拄着会开讲嘛，说最近安怎恁囝安怎恁查某囝安怎恁先生安怎讲诶，你敢有熟悉蔡家芬？我嘛熟悉呢，我嘛熟悉，想咱大家拢熟悉，那里长诶有无？里长就四界拍照安尼，大家拢熟悉，就是安尼开始，嘛毋是我家己开始讲诶，是我为别人遐听着讲。一个巴黎一个迄种诶朋友，伊就讲，听讲你是利用诶里长伯，我若毋听过有即个名号安尼是谁甲你讲？伊就讲是我另外一个朋友，伊伫咧利用，伊甲我介绍你，讲你是里长伯安尼，说原来我想讲，我听下嘛袂歹嘛，足亲切诶，足趣味啊，因为里长诶即个角色伫咱台湾社会内底，其实伊诶角色有淡薄社会，淡薄政治，淡薄像迄种做善事诶拢有。所以其实我感觉这是一个足台湾的名称，甚至我甲法国人咧介绍我的即个名号的时阵，我拢甲伊介绍讲，这是伫台湾足特殊的一个角色伫社会中间安尼。所以这是安怎我会叫做利用里长伯的原因。你即马工课咧做啥货？我自我的硕士读了，我读
3年，一般来讲是2年啦。但是我迄阵教授哦，伊就甲我讲，伊讲法语啦吼，伊讲嘉勋啊，你也是想要吼，完成你的硕士，一般来讲是2年，但是你上少爱3年，较有才调。我讲3年也好啊，我就试看觅，对家己来讲嘛是挑战嘛，因为法语爱有够好，像我写即个论文是上少爱100页专法文，我的教授就讲，就是爱安尼，你就是要完成，爱找迄落实习啊，甲所有的功课拢过关，啊，个论文啊，爱甲写出来安尼你较会使摕到即个硕士的学位。我讲好，我来试看觅，啊，就经过3年了后呢，我就真正拼死拼活。哪白哪考安尼，啊，佫经过 COVID 迄阵规全世界都封起嘛，啊，法国嘛共款嘛，迄阵规咧厝诶规啊要忧郁症安尼，开始做一寡奇奇怪怪诶代志，拢嘛是有啦，啊，就是安尼真辛苦，但是3年后嘛是甲我诶论文写出来，啊，就摕到即个学位。但问题是讲，淡薄仔甲台湾共款，即种社会科学啊是人文诶学科，即块专长。其实你要找头路，伫个找头路即个市场啊，无讲介好找啦。我迄阵咧找头路迄阵嘛是找真久，像我迄落履历有安尼，第一摆找头路迄阵应该有寄上少1000吧，1000个履历出去安尼。拢是法国诶，拢是法国。我就想讲，我就是要直接试看觅啊，有差不多10个有回我。有批讲感谢你安怎，但是阮想讲，因为你的条件嘛是真好啦，你嘛是一个人才，但是甲阮的即度较无合。所以无法度安尼。经过足侪即种咱讲正途诶，无得那个上履历出去，伫个一寡像台湾就是104、1111，对，啊，法国嘛共款嘛，有共款家己诶一寡线顶诶一寡迄种平台安尼。但上尾啊，我找着第一个头路，拢毋是靠即寡，拢是靠一个像迄落叫就业博览会，就是足侪迄阵毋是公司哦，迄阵是地方诶政府，就是因遮足侪地方政府嘛，因为足侪。像台湾来讲，就是什物镇啊，什物乡啊，什物县啊来办的即种诶食头路诶种博览会。啊，迄阵我就去嘛，我就想讲，我就试过看看，问看觅，有机会就试看觅。啊，就看到一个，哎呦，伫我大迄个城市诶市政府，因拄有咧有欠人。但是即个头路呢，其实毋是一个正式诶头路，伊淡薄仔像咱讲诶约聘雇安尼，就是1个月啊，1个月啊，伊就甲我讲，你有兴趣无？我讲有啊，有嘛，有拢嘛好安尼，先有较来看讲有机会，佫跳较悬无？啊，伊就讲好，安尼无问题，啊，就1个月我就伫市政府安尼做诶头路，其实足简单，就是起因资料，就是甲资料无。啊，甲拍电脑内底安尼差不多700外安怎讲人吧，就是因为迄种同事有700外人，700外人是因为因是一年拍合约嘛，所以一年到啊，因都要准备一寡材料，讲好啊，你即年合约结束啊，阮爱互你一个证明，啊嘛甲政府遐讲，即个人结束啊，伊即年领偌侪薪水安尼，所以就是这足简单诶代志，啊，就第1个月我开始做到这第2礼拜吧。就我迄阵的主管就讲，阮伫另外一个单位有一个机会，你有兴趣无？有拢嘛好安尼，我就是来我就掠啦，无咧紧啦。我跳到另外一个单位去，啊，迄个单位就是管国小甲幼稚园，但是我做的就是像人资咱讲的 HR 对安尼，所以迄阵我就咧做一寡因的文件，还有因的档案的建立安尼，所以就是安尼做年外，其实共一个时间我问家己讲，我人类学读了。我要做啥物？因为其实来法国进前，我做过足侪头路诶，像做过政治诶头路。我上尾一个头路是伫个甲迄阵台中诶前市长林佳龙，即摆是部长外交部长。迄阵我是伊诶秘书安尼，所以迄阵甲伊食头路诶阵，就做足侪即个政治诶功课安尼。但搁较头前一点，我做诶是像即办活动像什物演唱会啦，啊选举场啦，即寡有诶无诶拢有。我家己嘛有主持过选举场，好死哦！是啊，记者会嘛有啦，但是就是迄种足细场诶啦，毋是真正大场诶上万人，迄种上万人嘛是像迄阵民进党有专门诶御用主持人嘛，就是迄寡原立委来主持安尼。但我主持细场诶，所以就是到法国了后，我开始想讲，这敢是我即个人生上尾啊，我要做诶一个事业，甲一个头路。我其实嘛想足久诶，因为就是定头去想讲，即世人嘛无讲介长啦，迄阵差不多30几岁，即30年来我做诶代志啊，到即马即个时阵，
我到底介意啥物，我想要继续做安尼。啊，迄阵就想想讲，我真爱甲人接触。无一定讲人资即个是一个适合的方向，但是人资其实嘛足复杂的，伊有即侪无共的次领域，就是讲有做薪水的啦，有管理迄啥物，有来出缺勤的啦，还有一寡啥物要做培训的，做拢无共。但是我想要做的是关于组织，安怎组织的改变，因为一个公司就像一个组织嘛。公司的改变时阵，为阵你都要做一个调整，有一寡人爱走，有一寡人爱刷位。这过程当中，你嘛是爱想讲，多一个人伊适合，你嘛要知影讲伊的能力到倒位，有伊的期待安尼。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个足趣味的工课。我就想讲要为这条，要继续做这道安尼。伫咧市政府，法国这个市政府做了，我中有足短的4个月时间，伫咧另外一个像嘛是咧做人资的一个公司，但是伊亲像这种外包甲人资的这个工课。外包或者公司我就伫迄个公司食头路，但是迄真正足倒的啦，因为我有阵外国人，咱有一寡较悲哀的所在，就是你其实甲本地人比起来无遮侪选择，因会使拣嘛，伊讲我介意这，我不爱这，厝我不爱紧，我即摆搁休困，搁休1个月2个月，我伫咧厝诶困咧，互阮爸母饲，安尼我慢慢啊找欢喜。但咱外国人无法度嘛，咱都是上实际，就是有迄种诶签证诶问题嘛，你。今仔日即张卡，伊就是要过期啊，过2个月要过期啊。即2个月，你莫讲你要经啥物山珍海味，你驶来你嘛爱食，就是对啊，啥物人互我钱，我就去，我都去。钱搁少嘛，袂要紧，但上少我会使合法伫遮留来在头路。这样有淡薄悲哀的就是，其实。嘛无伤侪讲，你会使互家己啥物自我成长啦，自我追求的机会，真正是为着生活甲留来呢。但为自我嘛想讲，我真正要留咧遮遮辛苦吗？所以为阵嘛是一个两边咧相拍讲，我真正要踮遮过即种的生活，还是讲太我都直接转到台湾好啊。伫台湾嘛毋是讲迄生活过袂落，因为即侪来欧洲来法国、英国的人，即侪是难民嘛。因为国家伫有战争，还是安怎有一寡有诶无诶乌鲁木齐诶代志，所以伊一定要离开因诶国家追求一个较好诶生活。但台湾毋是啊，哇！咱即摆看台湾，迄股票蹭，对啊，想讲我即摆为阵想讲，我真正来遮是对还是毋对安尼？我有个是无上迄个。无上着迄个火车头，即摆来趁甲变过安尼，就我遮厝诶人，逐个人讲，倒一支股票，搁咧起啊，倒一支可能有机会安尼，逐个爱对互调安尼。但我毋知为阵人生诶选择就是安尼，你竟然你嘛无法度后悔，因为这是你家己的，就一路到即摆，我就即摆伫法国上大诶一个咱讲诶册展会馆，毋是会馆是另外一个物件，策展甲会场管理会场，是安尼讲吗？无，就是一般就讲咱讲啥物台中诶，像国际展览馆啦，台北就是南港迄个啦，无就是101啦，就像即种诶，有咧管制，嘛有咧办活动，所以咧对我来讲是一个足好诶机会，因为我即个头路是个爱甲国外阮诶一寡分公司诶人有一寡交流啦，所以嘛是爱讲英文、讲法文啥物拢爱学安尼，对我来讲是一个足期待诶一个未来安尼。就是我诶头路，拢为古早到即摆，就是安尼一个演变。安尼感觉你做诶工课是甲你原底学诶迄个政治人类学是无啥物关系。会使安尼讲，毋过不要紧，因为我即摆咧做诶工，我进前读诶嘛拢无关系，所以不要紧。尤其咱伫咧遮有无？就是伫咧外国，你其实会使紧嘛无讲介侪。其实政治人类学，你也是要找讲啥物甲即道有关系。你像你也是读理工科，你会使讲我毕业要去台积电要去倒食头路，我感觉真正常。但是像读人类学，你想讲人类学读了要去倒食头路，我嘛毋知。可能博物馆，可能一寡啥物文化协会，就安尼尔。所以我嘛是开始食头路，嘛是为顶头开始学安尼。对啊，所以恁政治人类学诶人毕业通常伫台湾，无就是伫法国，通常恁诶同学会去做啥物啊？这真趣味，其实我诶同学第一年入去诶时阵，差不多有收100外人，120吧，130。硕士足侪，佮我带一条讲，我哪会收遮侪人安尼？结果到第一年诶中间，差不多一半人都无去啊，都讲，哪拢毋捌看过因来上课安尼。到第二年，都
差不多剩50几人，袂少啊，袂少，但是50几个人无一定大家拢会使完成伊的论文啊，因为迄阵拄着 COVID 嘛。我有熟悉的有咧联络的一寡同学，到即嘛真正咧做人类学的相关的头路的人其实无多，有一寡到中伊就转去北图，伊就想讲啊我。去学其他好啊，我无想要继续读人类学。啊嘛有诶，就是去做局长，咧做作品。局长，这嘛就适合诶咧。嘿，啊有人伫咧做迄落像迄种有机商店诶经理，安尼。所以大家拢是，迄出路嘛是足快啦，但是无一个讲，你一看就知影讲啊，就是政治人类学还是人类学诶学生啊，毕业一定会来做诶头路，是无安尼。对，真趣味呢！想要到你去做过林家良的助理诶，迄嘛是真正缘分啊！伊阵咧多做兵做了要找头路诶阵，多透过一寡熟悉朋友，就想讲啊，你帮我问看有机会无？啊，佫真正互伊看着，啊，就甲我面识嘛，我就等下，你大学读啥物科系？清华大学诶人文社会无怪哦。啊，所以你本来就有想要做政治头路？其实无呢，伊迄阵较因为大学迄阵参加较侪学生诶运动啦，就像迄阵反国光石化啦，啊，佫有反一寡有诶无诶足侪，迄阵甲足侪朋友战友，佫有其他学校诶战友，拢是伫咧运动场熟悉诶。运动场，运动诶所在嘛，小运动所在，那种叫运动场，较方便。啊，迄阵是较社会性较悬啦，就是讲想要改变社会一寡不公不义诶代志，就要出来赞声，出来反对啊，啥物诶。政治对我来讲，迄阵较亲像是敌人。就是徛咧对面的敌人，因为咱知影嘛，政府政治人物就是牵狗仔牵做伙嘛，所以一般来讲是当做敌人安尼。啊，但是到尾啊，我就想讲，咱常常拢徛咧政治人物甲政府的对面，咧甲因反抗，但是咱毋知影讲因到底是安怎做决定，安怎想。啊，我感觉这最重要的，因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也知影讲伊是安怎想，知影伊尻川规支毛，你嘛知影讲要安怎甲伊安搭，还是甲伊讨论，甲伊安尼挨写字安尼。所以我想讲，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啊，当初伊就找我的时候，我就讲好啊，来试看卖。但是迄阵我就甲因讲，我有想要来法国读册，啊，时间到啊，第二任你选举、选赢、选输，我拢爱走。莫互人就是讲，选输啊，看我无啊，你就要走安尼。其实。人情世故来讲，真正嘛，安尼嘛无好，所以我一开始就先讲，毋管你选赢选输，我就要走，安尼。真趣味。但是你嘛是有即寡经验嘛？伫咧少年时有参加一寡社会运动吗？啊，无那会对清华的人文社会学系有即个兴趣甲？那会想我访问下。我无介绍着，我就是大学阵嘛做过电台啦，其实所以真假哦，所以就是有阵我就变访问的主持人。你做啥物电台？迄阵伫学校是做学生电台咯，就是像线顶网络的嘛，啊，就是听的人嘛无讲介侪，啊，就做兴趣的人，做欢喜的，有人听无人听无要紧，啊，就是一礼拜一集。安尼介绍音乐啦、文化啦，有诶无诶都各说各。啊，出社会了，我其实嘛有主持过一个节目，是伫咱台中叫做迄落，我想袂记，不，就是有一个电台就对啦。啊，但迄是真正商业诶电台，台中在地诶电台安尼。啊，我迄阵就是一礼拜一届节目，所以我一直拢有即个关系。啊，家己嘛有咧做 podcast，所以一直拢有即个练习安尼。歹势，我抢你诶麦克，即马甲麦克交互你。别，我咧开讲啦。我无真正去走迄个运动场，啊，毋过我是有咧位边咧看，因为我是理工科系啊，大学较无咧关心嘛。啊，毋过身躯边有一寡朋友，因拢会去走迄个，比如讲啥物热身啊。热身哦，你是迄代哦，因为热身的年代较头前一点，我无参加过。我是出身的啊，赶快，迄甲我学姐赶快，我熟悉有一学姐伊嘛是拢走热身迄挂。迄是阮朋友，我是无走，我是就是拢听因咧讲啊，所以我就大概知影讲发生啥物代志。啊，我读册的时阵，发生上大的是迄个野草莓啊。野草莓哇，嘛是我无参加过诶。迄当阵
就是因拢伫迄个草头庙嘛，因拢伫遐坐嘛，看啊，大概下课就经过遐，啊，就小可甲看者安尼。啊，迄当阵开始是去甲因关心嘛，是去甲因关心啦，对。啊，迄当阵我会讲，袂啦，我毋是，我是对阮阿母，阮母即边拢是较台派的，嘿，对，本土派对。所以迄当阵就侪同学因拢伫遐坐啊。所以我会小可看者，啊，看 PTT 面顶，大家咧介绍一寡台湾的历史啥物货啊。所以是到这个时阵，你个开始讲，哎哟，原来台湾有这个历史，哎哟，愈来愈关心安尼。对。但是我今日嘛是要甲咱即个主题啊，就登在我身躯顶啦，就是今仔日我邀请来介绍我。对，又定啦。所以讲，对，讲了这李长这个人吼，了来讲这个李勇是啥物款的城市啊？嘿，李勇是安尼吼，就像我头前讲的，李勇是第二大城市，其实伊是第三大城市啦。你也是为的人口伊的居住的人来遮算，但是伊是第二大的都会区嘛，就是伊算差不多200万人伫遮。所以你也是要食头路，你也是无想要伫咧巴黎。你用一般来讲都是第二个选择安尼。啊，这个城市咧，其实伊比起来伊的城市的规模无讲介大，所以你伫遮生活其实就快活。但问题就嘛是因为伊的规模无介大，所以人一追就压杂。比如讲，那四过拢人安尼，就遮嘛人，尤其伫咧礼拜六有无？你也是咧市中心市区遐惊死人，你根本你家己免用行的，你就会使用塞咧走呢。啊，遮济哦。那我只淡薄仔较好笑，但是差不多遮尔侪人的感觉，就是就压杂的。所以你也是介意讲，我也是要活伫咧一个较空间较大啊，有阵行喺路会使拄到一寡厝边拍招呼，安尼就好啊。啊，其实利用毋是一个最好的所在，但是要看人，因为足侪人伊爱比如文化啦，出去佚佗啦，有展览啦，有会展啦，就有诶无诶物件。啊，伫利用其实真正较侪。其实我搬到利用南边，坐火车甲开车差不多30分钟诶另外一个城市。啊，这个城市较细，差不多到2万外人左右。啊，伫台湾来讲2万外人，你就差不多甲什物一个乡共款嘛。什么蒜头乡安尼，啊，伫即个所在人无讲介侪，但是你其实生活起来就舒适诶。但是利用咧即个城市，真正你也是出头路机会，毋是较侪呢，是真侪安尼。啊，利用即个城市，其实足侪法国人嘛介意，就是因为伊诶服务就是个商业诶啦、文化活动嘛，拢介有够侪。啊，迄种诶巴黎嘛，无讲介远。你也是要出差，要转去找家己的爸母嘛真方便。所以真侪法国人就想要住利用安尼，但是利用即摆问题就是，即人拢想要来住嘛，啊，就租厝买厝的价钱愈来愈贵安尼。啊，所以当初这嘛是一个原因，我塞来即个南边的即个小城市，因为真正是要买厝，伫遐实在伤贵啊，贵到对于迄个价钱对台湾来讲，看来讲，还好吧，就差不多2000多万一个公务，应该是差不多对台中的价钱啊，无迄2000多万对因遮来讲已经伤悍嘛。迄超过市场的迄种一般的价钱，所以足侪人无法度接受。啊，利用即个城市咧，嘛足侪移民，就像咱台湾人嘛，啊，就中国的，有亚洲足侪国家，什物阿尔及利亚无北非非洲迄边来，有阿拉伯人，就真正嘛是足侪。伊也是移民较侪，你当好处就是讲，你有足侪无共的文化嘛，你会使熟悉足侪无共的朋友。你熟悉无共的文化，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会较复杂。因遮人就较复杂，有一个人介意即种生活，有一个人甲我讲，无，我爱较单纯一点。我上好是规个装个头内底讲我一个外国人，即种上好。但是有一个人嘛无介意啊，因为你其实大家拢知影你是啥安尼。像利用即个所在，像咱伫咧利用即个台湾人，因为是我做论文的一寡对象嘛，所以我做一寡研究甲访问。我其实有发现讲，我毋知其他的城市台湾人是安怎生活。但是伫咱利用遮我拄着的台湾人，其实大家对台湾人的即个社群拢有一个感觉，就是讲大家拢无够团结。因为讲法就是讲一盘散沙啦，就是你过你的生活，我过我的生活，大家拢无会来往的。我迄阵讲足趣味，因为一个人安尼讲，迄是伊的意见嘛；两个人安尼讲，可能因为互相影响，因为是朋友嘛。3个人伊安尼讲，我想讲这可能这是一个现象，我会使来研究安尼。所以当初是就是因为熟悉即寡人，
我较决定讲我的论文要来写即个利用的台湾人社群，就是伫即个社群的研究做了后，其实我发现讲，也是你有熟悉一寡中国人的社群，其实因当然讲足团结的，嘛有一寡人就是较像边缘人，伊就是无爱甲一寡规群的人安尼来往，嘛是有即种人，咱袂使讲大家拢共款，但是台湾人普遍来讲，因为我发现是有差不多2个原因啦。第一个是台湾人来遮来的原因，毋是讲我真正要趁钱，要甲钱寄转厝咧，起厝啥物？因为这是足侪移民上重要的原因。是安怎伊要来到较发达的国家，就是伊要趁钱寄钱转去家己的厝内嘛，会使改善讲家己厝内生活呢。但台湾人其实毋是安尼，所以咱来为着爱为着家己的先生，为着要读册，还是为着来遮食头路。所以其实即种的原因来的人已经有足侪资源甲支持，你会使伫遮生活，所以你无一定讲爱甲其他的台湾人来往，你较好都留落来，因为你无需要讲介绍头路啥物的。其实你有家己的社会一寡网络嘛，你熟悉的人伫遮安尼会使甲你斗相。另外第二个原因是有淡薄台湾人较无爱安怎讲？你会使讲就较自由啦，较无爱甲人麻烦，还是讲爱逐工拢爱骨斗阵啊？虽然讲伫台湾，逐个嘛想讲，你若出去佚佗、食饭、唱歌啥物诶，嘛是有你拢会甲3-4个朋友逐个call来嘛，讲有人要佚佗，有人要出去食饭无？嘛是会安尼。但是问题是讲来遮了，你也是要带第一个，你要熟悉遮侪人嘛，无简单啊，因为你拄仔来尔嘛，啥物人你嘛毋捌。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咱以早是诈骗集团嘛，大概互骗习惯死啊，想讲莫伤紧就相信别人安尼，所以一直会保持一个有礼貌，但是会鼓励安尼就对。所以就是因为安尼，大家你会使讲较心性啦，较害羞啦，较安怎，所以迄个甲大家夹开迄个力量都无像其他的社群遮尔强。第一个无主要的需求嘛，第二个因为大家个性的关系，所以大家拢较像游离分子安尼，大家拢是熟悉对，即个人我熟悉但是无熟，有时阵会拄着就是安尼尔。所以你讲一个社群要甲大家靠开，其实无简单。有一个人想要做一寡改变，甲大家靠开，就是想讲有啥物议题、啥物需要，会互大家想要斗阵来完成安尼。利用即个城市，我看到的是。当初是因需要的是中文的学习，为了因的地带。因为中文的学习，你也是要请老师来，你家己请，当然嘛会使，但是较贵嘛。所以就想讲，无咱就3-4个台湾妈妈安尼，咱就甲囡仔考开，就请一个老师来教安尼较省，嘛大家看，因为囡仔会佚佗嘛，就爸母就囥喺边家己爸母去开讲安尼，所以是为即个需求出发，开始有即个讲第一个协会，就是要组织即个中文课的协会。但是即个协会咧，过来慢慢的演变，开始就想讲无咱就办一寡餐会啦，各年各节的，咱就办一寡食物件活动嘛，大家来，因为食物件大家拢爱食嘛，咱就来安尼现场准备一寡啥物肉粽啦。月饼啦，有诶无诶，安尼大家就较欢喜，会使交流安尼。慢慢都是有即寡社交诶功能开始出现，但是呢，即寡东西伫咧生活家，就是你无即寡活动，你嘛是有法度过到你家己日子。有即个活动袂歹，大家会使来遮一年见2摆见面讲一下讲你即摆生活过安怎嘛 OK。但是真正你讲甲大家靠开一个足强诶一个组织，其实。你也是望这是无啥可能。那为种第三种，伊就是安怎讲，伊诶迄种任务就较明显，就是像欧洲台湾协会，还是法国台湾协会即种诶团体，就是因诶目标足简单，嘛足明显，就是讲我就是要帮助台湾伫咧国际社会诶地位会使提升，还是由台湾看到。所以对伊来讲，即寡人。合开，因诶能动力就是因诶力量较强，因诶望嘛较清楚，大家拢较共款安尼。即种诶团体就较强，但即种团体有一个问题，拄仔讲倒来，头我讲诶台湾人诶迄种惯势诶第二点，就是台湾人其实有一个纪律安尼，你也是要甲人活动，有时阵有一寡主题，你就莫讲，政治就是其中一个，所以你也是比较熟悉，因为因遮来。为阵来是无共诶世代嘛，50几岁诶、40几岁、30几岁、20几岁。一般来讲，愈少年，大家拢较我台派嘛，本土派嘛。
但是你年岁较大的时阵，伊嘛是还有迄种大中华思想嘛，就讲伊嘛伊嘛是伫细汉的时阵吼教育讲伊是中国人，所以伊就对一寡台派较本土派一寡少年的台湾人，伊就无法度甲因有伤侪诶往来安尼，因为就感觉讲即寡拢是读较歹去，互民进党洗脑的人。你看，就是伫台湾，你其他国家可能无即个问题，因来。伊上侪就是讲，我支持的，甲你支持的无共，但咱共款拢是共一个国家来。但咱伫台湾，这是一个台湾内部的问题的一个延伸，就是讲，咱台湾内部本来就是咧讨论讲，台湾是一个国家，还是毋是一个国家？你的认同是台湾是国家，还是毋是国家？这个主题到你即马你来法国生活了后，你嘛是讲话无说理，你嘛是会卡到这个问题嘛？你讲起来有可能就无欢喜啊！你也无欢喜，咱大家嘛无一定爱强迫。你甲我斗阵嘛，咱就莫往来就好啊！你过你的生活，我过我的生活，嘛是真好啊！嘛不是讲咱伫遮你一见面就是问你是毋台派，毋是我跟做朋友，嘛无人安尼啊，对吧？所以就是久来了，大家心内拢有一个凊对，就是讲，我差不多，啥物会使讲，啥物袂使讲啊！我听即个人对啥物议题伊会发表意见，我想讲，即个人可能甲我无共怪，我都是慢慢啊，嘛无一定讲都是拢无要插小伊，但是就是。相敬如宾，咱就好啊！看到见面拍一下照，点一下头，安就 OK 啊。所以这是台湾人内部的一个，你使讲一个排斥力，就是大家拢会互相讲，哎哟，莫伤活啊！你也要伤活，你都要伤了解讲，这个人甲我是毋是同一挂安尼？所以有淡薄仔复杂。我感觉足趣味，因为我家己伫即个英国人北部的感觉是吼，我感觉北部的台湾人可能跟英国北部共款，就是大家迄个人跟人之间的界线较无遐明显。比如讲，咱进前万城的台湾人，可能10当前就凊彩少一个，就1、20个出来 ，last minute 迄款嘿，大概一个看一个，就出来就1、20个，定定出去就是4-5台车呢。我感觉咱遮的台湾人是会愿意去出力去做伙完成一件代志，尤其是跟台湾有关系代志，大家拢会愿意讲安尼我做这，我安尼我做迄，毋过就是会需要有一个人出来做带头的。若有一个人出来做带头的开始分配工课，就有人去接迄个工课。毋过我发现讲，无共国家的台湾人嘛有无共的个性我感觉足趣味。我感觉，你有发现？我嘛开讲过这个问题。其实我感觉这是安怎你要选这个国家，因为一定有一部分伊有家己吸引嘛。你感觉讲这个国家的一个部分，伊的文化也好，还是伊的什么，伊的产业也好，是你介意的，你开始选这个国家嘛？因为无人会讲，这个国家我有够讨厌啦，看到倒单啦，但是我要去遐读个歹去。你真正是要家己苦读，你开始选这种诶国家，这个大家咧经的时阵，其实就像你经你介意的嘛，毋管是讲伊的天气啦，英国我想毋是啦，伊的产业啦，食的啦，食的我想我英国嘛毋是啦，所以等下，我先讲英国食的外国料理是少济所以我感觉还是在地咧，咱讲在地料理嘛，对吧？你嘛无可能住伫法国，逐工拢食法国菜吧？你敢会想要逐工食法国菜？毋是讲法国菜，但是因为家己的料理嘛，因的料理就像法国的卤肉饭所以我嘛是会使逐工食，就是卤一点咧，因为有一个物件叫veau blanc 就是迄个小牛肉，我来讲碎只的骨架嘛，伊就较油嘛，伊佫加一个白酱像迄种库里姆佫有诶无物件去煮诶嘛，所以就你煮起来就是迄种诶欧洲料理诶味。但是对于法国人来讲，伊就是就是阮兜阮母爱煮互我食诶物件。好啦，咱英国人还是食死的物件，莫凊彩出来甲人输赢好啊！歹势。对，所以就是讲，咱就要讲是安怎为阵是咱看起来是人咱经国家，人经国家，但其实你伫咧做选择时阵是国家先经人。就是这个人对我有兴趣，伊开始来安尼，所以我看伫咧像 Thread 面顶有一个人讲，伊感觉来法国的人拢安怎，来日本的人拢安怎，来英国的人拢安怎，我感觉是有道理的，就是我想法是安尼。对，我毋知你研究做到遮无？你感觉因办了活动了，敢有即款互即个社群诶感情佫较好诶即款效果？咱先莫讲后壁关键诶部分，咱先讲就是因即群甲因迄群内部有感情较好无？一般来讲是感情会愈歹啦，因为法国人爱安尼。
因为我刚才说不是法国人，还是伫台湾法国人的问题，迄是人拢是安尼，就是讲你今仔日会甲这个人做朋友，一定是恁有共同的兴趣，对一寡主题你有共款的想法。伫外国你有时做一寡代志，其实毋是100%，是你想要安尼做。你可能你认同无毋对，你认同讲这代志真重要，但是我可能佫欠一寡动力来做这个代志。虽然讲这真重要，但是我都差不多60%会开力来做就好啊。我40%要做其他。但是这60%有淡薄仔，就是讲要咧毋咧安尼，但是拄着困难。这60都会一直降低咯，愈降愈少安尼。你到时阵啊，算了，太我无想要做啊，这人真就厌安尼，我无想要甲伊继续合作。所以定定拄着的代志，就是你毋是家己主动要做的，拄着一个甲你同款想法的人斗阵做，安尼我感觉是讲恁的感情会愈来愈好。但是你也是有人带头讲，这个代志真重要，真趣味，大家来做，有兴趣的来加入安尼。当然有人会加入，但是因是倒你做，伊倒你做中定有一个过程嘛，可能1个月、2个月、是半年、1年拢有。这过程当中，伊也是发现讲，安尼你讲的甲你做的敢若无共，还是讲你做的物件甲我想要做的敢若无共。但是迄嘛毋是你的问题啊，就是因为咱无法度一开始就甲规个计划讲足详细嘛，就是安尼，这过程当中都有一寡人就走啊，伊就讲，这甲我想的当初想的无共，所以感情愈来愈歹是有机会。所以逐摆我也是要开始做这种计划进程，我拢爱一个一个讲，我就是爱先知影讲，咱两个是毋是咧甲一个线顶安尼，这是最重要一件代志。因为你安尼较好多，甲一开始的迄茶会甲传好嚼，安尼慢慢烧，一定会烧，一定会愈来愈少，迄正常的。但是你上少莫烧伤紧，为什么你我添一寡茶入，会继续烧安尼？所以这是因为我过去的这个做运动甲做政治头路的经验，我知影讲人毋是机械，就是你一个胖落，伊就一直胖到伊规个歹去为止，伊中一直有能量的消耗，伊有伊的代志嘛，拄着厝的代志，找无头路，啥物有诶无，拢会互伊揽落，伊也是揽落，伊就是无法度参加，所以一直拢爱甲大家照顾安尼，大家同齐向前行。但是这种的想法，毋是大家带头的拢会安尼做，所以我看到就做可惜的啦，一个好好的专案安尼，应该会使做袂歹，叫到尾啊，就是啥物拢无。对，我家己办活动的感觉是人是内底上歹找的，因为大家期待无共款，而且咱即款就是够有食头路，搁爱出来做即款也无领钱啊。大家人感觉伊需要放入的心力，迄个期待佫无共款。对啊，就是安尼。有阵讲实在啦，就是像阮之前咧办一寡活动的阵，咱遮的大使馆啊，因咧斗相共嘛。但是因嘛有一寡因的需要，因的要求，就希望讲咱安怎做较好。阮的带头的像会长咧，啥物伊就会有阵就烦恼讲，但是大使甲我讲上好是安尼呢，因需要啥物呢？安尼，我就甲因讲，拜托咱今仔日咱每一个来遮生活会使徛起的人，大家拢是家己双手双脚家己拼出来，像是国家甲咱送来遮培养大汉，无啊？除非你是公务人员嘛，你是外交官嘛，你本来是国家派来嘛，所以迄是你的头路，毋是阮的头路。今仔日大家愿意讲分一寡时间甲家己一寡力量出来，而且有寡人是有赞助一寡钱的来斗相共台湾的代志。我感觉这种甲因感谢，毋是甲因要求。我毋知恁遐是毋是共款有即种天人交战的情形出现。应该讲我家己的一个标准啊，就是无论你是单位也是一个人，你若无出钱无出人袂来参加活动，你就莫甲我讲啥物，你要建议啥货。即种人真多哦，伊就是无咧斗相共支喙。我感觉你若有来参加，你甲我建议，我接受。你若连活动拢无来参加，也无出钱也无出啥，你莫讲话。无参考的点嘛。像即种嘛是较细腻啦，就是像我家己是会讲你的意见嘛真好安尼，我有听到啊，安就好啊。伊就是要讲有人听伊讲话尔嘛。对啦，我会听伊讲话啦，毋过我听就出去啊。对，就是安尼啊。我咧学啦，就是讲，是有人因为我的关系，我做的代志伊无欢喜，迄毋是我的问题，迄是伊的问题。每一个人伊家己人生的功课，爱为家己负责。我讲我做安尼，我无对不起我家己，无对不起我的爸母对我的请养，我无对不起即个社会对我的请养，我安就好啊。你对我有不满，对我有
批评 ，OK， 我尊重你，但是我无咧插销你，迄你家己爱接受的。对，我讲了人的问题，我想要来讲一个文化的问题，因为我足介意你进前一开始几集无咧讲这个5月节活动的节目内底，大家人心目中的台湾拢无啥共款。毋过你拢不要紧，就是你迄个元素拢甲放入去，因为恁的活动就是经营一个台湾的气氛。这段我感觉真趣味，因为我家己的经验是，第一就是台湾的文化就是足多元的嘛，因为阮伫万城啊，伊是一个追求多元的城市，所以咱就拄啊用这点去吸引人来。啊，另外是讲会当来斗相共的人较资源就遮济。啊，你若是要去限制讲你啊绝对的台湾性，安尼就无物件通用啊。对，我是真认同你的想法。而且我感觉这几年来，我嘛是有咧思考讲台湾文化这条界线伫倒位，有啥物物件伫这个界线内底，啊有啥物物件爱算伫迄个外口。你的论文内底敢有讨论这物件？我无讨论到这，因为我的论文做的是第一步上简单，就是讲我互法国人类学界了解讲，原来有一阵叫做台湾人的移民，因是安尼生活，因是安尼看家己，还有家己的认同。因为对足侪法国的学界来讲，我看过足侪论文嘛，伊嘛是做这种的像亚洲来的即寡移民的研究，但是这个研究内底，尤其是汉学家，因拢会甲讲华语的，甲算同一个群体内底，香港啦、澳门啦、台湾啦，有中国南部、中国东北即寡拢算做伙，温州嘛是。但对我来讲，你根本无了解你考开即阵人内底因家己的认同嘛，所以我就是要做这论文，想要抛砖引玉安尼，互因知影讲，原来伫法国社会有一阵台湾的移民安尼。但我相信有人知影，但是因无人做这个研究，因为我做所有的文献回顾的时阵就看，我无看到法国有人咧做这个研究。敢有意思有人咧做，但是迄个嘛是一个台湾的博士，所以你也是在地，其实伊无遮尔强调讲台湾甲其他讲华语的种移民的差别，因就是讲你种共款都甲你考做伙就好啊。但即摆即个情形可能有改变，尤其即几年台湾伫国际社会迄种的互看到的机会愈来愈悬嘛，重要性嘛愈来愈悬，所以应该是有一寡改变。但当初时5年前我咧做即个论文阵是无想到即件代志，台湾是虾米？即个问题，其实足侪人心中拢无共的答案。我感觉你讲的足对的，我嘛是足认同你的讲法，就是讲虾米是台湾，毋是讲咱找一个像法国就是一个物件，就会使代表法国；一个物件代表英国；一个物件代表德国。台湾本身就是一个多元，伊即摆无法度讲。定落来讲，你这就是台湾，一个情形。所以这个情形，我感觉讲，这就是台湾的现实嘛。所以咱应该把这个现实，甲放伫咧所有咱咧介绍台湾的活动内底，甲大家讲，就是这是台湾即摆的现况。有人感觉台湾是一个国家，有人感觉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有人感觉家己是中国人，拢袂要紧，你就来囥。就是因为台湾社会伊本身会使接受遮侪无共的意见，因为伊是一个民主社会嘛，所以这就是咱甲其他讲华语的社会，新加坡还是中国、香港、澳门，还是一寡其他的社会所无共的所在。这个无共就是台湾。对我来讲是有淡薄像毋是一条一条讲。有这，开始台湾是变过来，就是咱用比较的方式，就是因遐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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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咱有，所以咱是台湾。我的方法是安尼。我感觉这个会使共吸啊，愈侪无共的一寡认同礼拜，这是一个好的代志。因为像你也是要举旗啊嘛，有一寡认同是台湾的旗啊嘛，有一认同是中华民国的旗啊，车轮牌的旗啊嘛。对，我讲无要紧，拢会使。咱就是民主社会，咱拢会使讨论，无要紧。当然对来看的人，伊就感觉讲，安尼才有即个旗，有迄个旗，这什么意思？这就是一个机会，甲外口的人介绍，甲法国人介绍讲，这就是台湾社会。阮即马也无一个答案，但是阮的社会的即个根本，会使互阮有机会用和平的方式，毋是大家相拍，毋是大家内战争的方式来决定，咱就是做来决定，安尼。这就是台湾，因这就是一个。文化表现嘛，这都要小可讲到一寡人类学，因为伫人类学一寡研究内底，伊甲两群无共的人分开，毋是因为无共的皮肤的色水，还是因为无共的什么，就是物质上的无共，伊是认同甲文化关系的无共。像有一个人，伊可能又叫做 A， 另外一个叫做 B， 因啥互分开是因为因。家己饲老爸的方式无共，有一啲人伊就专门掠鱼的，有一啲人就是专门咧做事的，伊就是安尼尔。其他方伊拢共款，
就是讲因为即个关系互因互分开。啊，台湾人嘛是共款嘛，一群人因如何决定即群人共同的未来，甲即马现主是拄着问题，因是用独裁的方式，做无到政府决定，还是因是到大家投票讨论的方式决定，这就是咱会使甲另外一群人分开的上基本的条件，啊，这就是台湾人，安尼，所以讲啊就好。但当然有一个人可能无认同我的讲法，但对我来讲，伫国外咱伫咧生活，你其实甲咱一个台湾人，你等伫一群法国的移民内底，咱甲因无啥物上做的差别，上做的种迄无共，上做就是面看的无共，看就讲你是亚洲人嘛。但是其实文化上无差足多，伊嘛无咧测笑你讲你是香港来、澳门来还是台湾来，而且可能你讲华语，日本人到韩国人对因来讲拢共款，所以尤其无咧在意，讲你台湾人你认同中国还是台湾，安尼对，对，这我感觉这有一部分是家己台湾人内在的功课啊，对啊，透过介绍台湾去找找家己心内的迄个台湾。即嘛真趣味，就是足侪台湾人是因为出国了，才开始咧想即件代志。因为台湾你免想嘛，台湾即个问题伫台湾是政治问题，但是出国了是非常个人的问题。像迄阵我要坐飞轮机去伦敦时阵，啊，伊迄地勤嘛问讲，先生，借问你的 visa 伫倒位？我讲我台湾人，我毋免 visa。无，你爱 visa？啊，我咧讲袂顺车，我就讲。伊就讲，我叫我主管来安尼，伊主管来就看讲，你这台湾的护照，你就免 visa，你会使上飞轮机啊。我真正做差点甲伊错甲6条，讲你真正浪费我时间。我是这飞轮机做无着，你是你要陪我还是安怎？就是安尼，对大家拢是我就足侪人拄过即个代志，所以就是安尼一直拄过这种代志，所以就是台湾人开始问讲，所以我到底是啥？我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啊，我是台湾人，想让我的护照面顶有一个 China， 啊，就是足侪问题就开始啊。对，好，我感觉今仔日应该拢讲甲差不多啊，时间嘛差不多啊，你爱回去上班啊。其实有足侪代志会使讲啦，但是想讲对啊，咱录伤长，听众朋友嘛是听真痛苦，哇，这集我听3点钟，奈好啊。对，而且我听你其实有足侪主题通讲的，比如讲你约会部分啊，还是讲你的工课部分，足侪会使讲的，足侪会使讲的。约会嘛是伫遮法国人约会，安怎讲啊？真正即马先卖开即个，我先留一个线头，大家交一个。我即摆是上收尾啊！今日就感谢嘉芬啊，甲咱的节目当中，甲咱分享足侪伊伫即个里昂的生活等等啊。所以你最后敢有啥物要甲观众朋友讲的？我想要甲各位观众朋友讲，就是讲继续支持万城里长办公室的节目，互大家知影讲外国的生活是安怎，就是甲一寡粉红泡泡的滤镜甲拆掉。对。我生活毋是像恁想安尼遮尔啊轻松，逐工拢咧放假，要去佚佗就佚佗安尼无。足侪代志是你毋知影的，是阮是无想要分享尔，家己避开口所以大家会使尽量听，尽量了解国外的生活是安怎还是拄仔咧想讲，我即摆是毋是要试看觅来国外生活的人，你嘛会使听看觅，莫去看一寡有诶无诶，伊拢甲你介绍好诶，好诶拢甲你介绍，歹空诶拢伊拢唱开，就是听咱诶节目，开始知影讲真正生活伫外国诶困难是啥物安尼。上尾甲大家搁 push 一下。感谢，好，安尼咱就今仔日就到这，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那个时间上过来，咱这酸甜的，情况过节大赚钱，水国钱，落水溪参农民徛同齐，拢来这，烧就来方便，落水溪请人客，上新起的土地。有啊，青芳过一地，青菜水果青。